为迎接今年10天的农历假期，东东餐饮集团推出年菜套餐组合，在东东宴会市场华平喜价馆的部分，主打年菜自由配，特别精选30道新鲜现煮的菜肴，让消费者自己选择。在永大幸福馆，则是推出5人份以及10人份的外带年菜组。高雄云顶馆则是推出独家经典年菜鲍鱼干贝佛跳墙，还有荣获2022米其林指南必比登推介的府城食府，也推出了多位中婆塞的拿手大菜，就是要满足每一张挑剔的嘴。今年的年菜重新开始，东东呢，依照往年，我们有4大天王哈，就是永大幸福馆、华平喜价馆。还有高雄云顶馆，加上今年获得必比登推荐的府城食府，这4家呢都大力推出他们今年的年菜，所以我们有除夕的团圆宴，初二有回家的回娘家宴，还有呢华平的主打自由配，有30道菜，你爱怎么选，一定会选到你喜欢的菜。那永大呢，我们主打5人10人的桌菜。那府城食府呢，它除了有热食，还推出了10道冷冻的台菜经典的高雄呢也很澎湃哈，所以我在想说，今年大家可以开怀畅饮，很辛苦，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要很快乐来过这个非常不一样的年。除了外带年菜以及礼盒，东东餐饮集团旗下的华平喜价馆、永大幸福馆以及高雄云顶馆，更是推出除夕摩登宴活动，安排了精彩的表演以及互动游戏，甚至还有提供抽奖，最大奖有电视、礼券等各种好礼，好吃又好玩的安排，难怪团圆宴一推出就差不多被预订光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